Hello，各位朋友好啊！歡迎大家咧又見到我潘松啦。嗱，今日咧就特別同大家講恭賀嘅説話。今日年歷年29啦，咁你哋都係嗱，聽日就年初一啦，所以今日係大除夕。咁大除夕係乜嘢咧？就一年最後嗰一日。第一年最後嗰日咧，喺農曆年嚟講咧，唔算係即係話一個新嘅年開始。馬年其實咧就話2月4號已經開始咗㗎咯喎。咁今年馬年有咩特色咧？同大家講講啊！嗱，喺2026年嘅馬年啦，咁咧就係丙午年嚟嘅，咁咧係九運當中咧火氣最旺嘅年份。咁火氣旺咧喺2026年2月4號立春開始咧已經實現咗㗎啦，就唔係聽日嚇，2月4號已經實現咗㗎啦。咁咧香港整體嘅運勢咧會比較波動㗎。佢話火咧係容易咧係導致天災人禍，同埋咧係地緣嘅政治局勢比較緊張。咁咧經濟方面啦，咁咧股市預測咧會先跌後升，嗱會跌嘅喎，跌市啊即係真係發現咗喎，本來升跟住咧跌咗，咁跟住佢就話咧先跌後升㗎，咁而跟住咧就係咧屬火嘅行業最旺啊，屬火嘅行業有啲乜行業啦？演藝界啊嗰種啦，即係好需要熱力嘅，好需要燈光嘅屬火啦嚇，又或者咧屬水嘅咧會較差，水嘅行業會較差。咁流年咧財運咧喺正北或者正東方，咁咧女性咧是非會較多，男性咧財運會較佳嘅。咁流年運勢就正北方就最好，正東方都最好啊。好啦，整體局勢咧，香港整體嚟講咧，咁由於火氣極之旺啦，咁容易咧發生災害，咁咧火災同埋地緣政治局勢咧會比較緊張，事件會比較多，經濟發展起嚟咧會波幅比較大嘅。另外財經方面啦，咁投資者咧係而採取咧防守嘅策略啊，股市傾向咧先跌後升嘅。咁另外咧，投資者咧係需要靈活應對啦。咁並且留意股市嘅波動。嗱，除咗股市之外啦，你記得金啦、加密貨幣啦，都係比較咧偏軟嘅喺呢一個咧1月尾2月初嘅時候。咁會唔會喺2月初跌咗，跟住會升翻咧？嗱，加密貨幣有人話咧 Bitcoin 就會升翻嘅喎，但係咧個實際上波動幾大啊。好啦。咁咧熱門個行業最旺嘅復火行業咧，例如互聯網啦，例如咧高科技，例如咧傳媒啦、電力啦、能源啦、照明嘅。咁另外咧其次屬金屬咧、屬木嘅行業咧都係比較好嘅。好啦，風水方面咧，佢話正北方咧就係6白偏財星嚟嘅，咁咧就係有利於投資同埋偏財。咁你嘅正東方咧就係8白啦，財星嚟嘅係正財嚟嘅。咁你嘅東南方咧係九子喜慶星啊，咁咧利盛事啦同埋吉慶嘅。好啦，出行嘅指引啦，火馬年啦節奏係比較快嘅，咁所以咧可以移到香港東南方或者西北方咧短途旅行，以增加貴人運啊。即係話去西北方去行，西北方去邊度啊？就係屯門啊，或者咧係最遠嘅西北方咧就係流浮山嗰度啊，可以去嗰度咧食下海鮮。咁又或者咧向呢一個咧就係咧東南方，嗱東南方向南咧去東南方就係赤柱，一係去赤柱，一係咧就係對角嘅一個咧就係咧係流浮山啊。好啦，咁另外咧生肖方面12生肖點咧？嗱歸納咗咧有4個生肖好嘅，4個生肖冇咁好嘅。嗱冇咁好嘅生肖咧佢係犯太歲喎，分別係馬啦、鼠啦、牛啦同埋兔啊。咁咧馬係本命年嚟㗎，嗰個運勢波動會比較大，咁咧情緒咧容易焦慮嘅，咁咧需要注意健康同埋受傷啊。馬年嘅朋友，好啦，鼠年嘅朋友咧係沖太歲嘅，咁咧變化最頻繁嘅，咁咧住屋啦、感情啦、事業方面會有變動嘅。咁另外屬兔嘅人咧係破太歲啊，咁人際關係咧會比較咧破壞多嘅，咁另外情緒容易受波及。咁另外屬牛嘅朋友咧就害太歲，人際關係平平㗎，慎防小人是非。好啊，另外咧就係吉星高照嘅生肖咧，分別有4個啦。屬羊嘅咧係3合㗎，咁咧就係運勢咧穩定啦，貴人咧係強嘅，咁你人緣係佳嘅喎。屬狗嘅3合咧就係工作順利，有貴人咧係提攜嘅。嗱屬雞啦，我屬雞㗎，咁咧就係雙破，但係咧有呢個吉星嘅，吉星係天月貴人啊，聽講啊，有人同我講啊。好啦，咁另外咧事業運咧係唔錯嘅，人緣較好㗎。咁你屬猴嘅朋友咧變動比較多嘅，有旅行啦、搬屋嘅機會。咁另外咧運勢係平穩㗎，屬羊、屬狗、屬雞、屬猴嘅朋友比較好啦。咁另外屬馬、屬鼠、屬兔、屬牛嘅朋友咧
係會係有沖太歲、犯太歲嘅。咁另外4個啦就係平穩少少啦。咁無論如何啦，大家努力咧就一定咧係有成果。好，另外重要錦囊啦，馬年咧係咧太過火旺啊，咁建議多穿咧係粉藍色啦、白色嘅衣服啦，減少咧係燥食嘅食物，即係燥熱嘅食物啦，多啲咧係飲熱茶。咁咧，例如咧人參烏龍嚟降火啊，咁啊呢一個咧就係運勢。咁咧我特登恭祝咧就係所有嘅網上朋友啦，咁咧事事順境啦，身體健康嗱，最緊要萬事勝意。嗱，我成日覺得咧萬事勝意係最大嘅祝福詞嚟嘅。你無論點諗都好啦，你實際嘅表現咧係比你諗仲更加好，咁一定係好過你諗啦，係咪？即係最好、最好、最大嘅祝福詞啦。我覺得係萬事勝意。嗱，除咗萬事勝意之外咧，所有人一定希望健康嘅，所以咧就係身體健康。咁咧年年順境，祝大家年年順境，身體健康啊！嗱，年初一咧我就唔會同佢拜年啦，順道咧祝大家咧係馬年亨通，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咁咧最緊要咧就係咧齊齊整整、平平安安啊！嗱，呢一度咧就係我寫字樓嘅另一邊，平時睇咧就係背面嘅，背面咧就係喺蝙蝠俠嗰邊啦。咁就我坐嘅地方，我名字向住地方咧就係呢一度啦。咁咧就有一個咧，其實我都唔知道佢係邊位嚟嘅，咁但係咧我又覺得咧睇落好舒服，好似喺度坐喺度諗緊嘢咁樣。咁我成日都睇住佢嘅。咁咧就係呢一度咧就係我寫字樓嘅正面，咁咧就係我名字向住地方，而背面咧就係大家成日睇到嘅地方，顏色唔同㗎。背面咧就係深色嘅，胡桃木色嘅，前邊咧就係一隻咧係櫻桃顏色嘅嚇。好啦，咁祝大家事順利啊！馬年亨通，多謝各位啊，拜拜。